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我是非常非常感恩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要学习佛法的话呢，最根本上要认识三宝啊。所以三宝里面第一个就是佛宝、法宝、僧宝，佛法僧，这是最根本的。那这个佛是怎么我们认识佛呢？佛有两种佛，知道吗？两种佛，一个是叫法身，一个叫色身，颜色的色啊，我的发音不标准啊，但是就是颜色的色，色身和法身，身体的身，法身色身。什么叫色身呢？我们今天肉眼看到的，一起遇佛的时候看到的那尊佛像也是佛，它是佛的化身。所以呢，它就是佛，知道吗？我们不要小看它，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初学者，一般普通人没有办法见到《金刚经》里面所说的这个超越眼耳鼻舌的法身的境界。那我们怎么办呢？因为佛陀非常慈悲嘛，所以就是一般的我们而言，也有一种和佛陀和佛法沟通的方式，也就是它显现为这样的一尊佛。我们看到的这个佛像，其实某种程度上它就是佛。它在藏文里面有专门一个名相叫肉之库，肉之库。什么叫肉呢？肉就是工巧的意思，之库就是化身的意思，就是工巧，我们雕出来的、画出来的、写出来的那些都是佛啊。所以莲花生大师当时离开西藏之后，所有西藏的石头山那种山洞各种各样都有莲花生大师一些自成的一些莲花生大师的像，也加持了整个的学域西藏。因为当他不在的时候，有他的佛像可以替代他来继续弘法利生呐。如果这尊佛永远你停留在这个认知的话，那是错的啊，这是很可惜的，因为人生很难得。我们遇到了这样的一个佛法，反正生生世世的轮回当中，千劫万劫都非常难遇的就是佛法。所以你既然遇到了，你见到了善知识，见到了佛的化身，但是你没有办法进一步的学习，一直在原地踏步的话，那其实不是很好的。所以我们透过师身也可以认识法身。什么是法身呢？是佛法的法，身体的身，法身。二神佛的当中，其中一个叫法身。那这个法身呢，就是佛陀的智慧慈悲，就是法身。刚刚法师他们念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就是法身，他那个里面所讲的智慧和慈悲的境界就是法身。但是我们现在又是比较，我们的现在的认知的能力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怎么办呢？我们知道今天是佛诞节，250多年前，在印度有一位王子叫做悉达多，然后他来到人间，而且他从实经法然后进入出实经法，他一生当过王子，然后又去出家，又去修心，最后成佛了。成佛的地方是中间，但是诞生的地方确实是东边，东西应该可以这么说。但现在在尼泊尔境内，那个地方叫做伦比尼。我觉得现在这里来的时候，我们不要讲太高的东西，从基本上，从现 Google 的地图里面，现在必须要确认释迦牟尼佛的出生地在哪里。
就用白话、用通俗来讲的话呢，先从这里这样踏踏实实的学习，这本身就是很认真的学习态度啊。所以释迦牟尼佛这出生于尼泊尔的伦比尼，现在伦比尼有联合国直接在那边就是有盖机场啊，有这个10几个国家的代表处和国家的这个专门怎么说就是出钱开了很多的庙啊，在哪里的？所以呢，那边有这个中国、日本，还有西方，还有这个韩国，全部寺庙都有，我都去过的。所以那个就是全球佛教徒最受重视的佛陀的圣地当中，其中一个就是伦比尼。我希望今天大家也在这个机会发愿，希望有一天自己能够去到伦比尼，亲自见到释迦牟尼佛的诞生的那个地方。而且非常幸运的是什么呢？因为当时1000多年前，2000年吧前呢，这个阿育王，印度非常有名的那个国王叫阿育王，他是虔诚的一个佛教徒，他其实是真正的这个原本在印度种土的一个佛教，弘扬全球，应该可以说全球了，一定程度上当时的情况来讲，就那个就是阿育王。然后阿育王那个时候立了很多的石碑，然后说这个是佛陀出生地方，这个是成佛的地方，这是涅槃的地方，这是转法轮的地方。后来呢，经过2000年后的今天，考古学家从这个地方挖出了他的这个石碑，完全正确无误的认出了释迦牟尼佛的真正的这些净土这个圣地。所以现在全球的佛教徒在每年都有成千上万个人去在那边拜拜的。而且释迦牟尼佛自己也在佛经当中非常明确的说，以后我不在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去这4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什么呢？佛陀诞生的地方伦比尼。第二个地方呢，佛陀成佛的地方菩提迦叶，就是刚刚印度中土啊，菩提迦叶那边有真觉塔，菩提迦叶。第3个地方呢，瓦拉纳西，就是释迦牟尼佛第一次传法的地方。第4个呢，释迦牟尼佛涅槃的地方，我忘记了中文名字，它叫藏丘中，藏文的名字叫藏丘中，在尼泊尔和印度边界的，属于印度的一个地方。从菩提迦叶租一个旅客的巴士，其实是2-3天就可以绕一圈所有印度境内的重要的这些佛教的这个圣地。所以呢，就是对这个我们都跟佛教是有非常特别殊胜的缘分。这个缘分呢，就是有这个上千年的历史的缘分。所以呢，这种缘分是慢慢可以成熟，我们将有一天也自己可以成佛的。为什么我们自己可以成佛呢？因为我们有如来藏，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佛的种子，这个种子好好的培养的话呢，有一天自己都可以成佛的。可能我觉得时间开始要超过了，我现在要做总结啊。我刚刚讲了什么呢？第一个，我们首先要今天的浴佛的这个佛像，我们见到的这些佛像确实它也是佛，我们要观想为佛或认定为它就是一个佛的化身。那今天我们能够亲近的在场的善知识也是佛的化身。第二个呢，我们就是要这个发愿，自己这一生希望能够亲自能够去到印度，见到释迦牟尼佛的4大圣地啊。然后呢，就是因为百闻不如一见，这个成语对了吗？这个是非常非常有道理的。我们听过很多次，但是你亲自去到那边，感受、感觉、加持全部都不一样了。因为我们有肉体的障碍，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就可以获得全部的加持。虽然加持没有远近，没有距离，但是我们自己的障碍就是这样的，受限制的。所以呢，我希望呢，大家借着这样的一个殊胜的机会，然后就是
更加的大家都能够接近释迦牟尼佛和佛陀的教法。接下来呢，今天是佛诞日嘛，那大家一起就是要非常开心欢喜，为佛陀的大的日子能够拥有这样的一个欢喜心，其实已经功德无量了。所以就是我今天讲了，就是东讲西讲，大概讲完了，阿弥陀佛。